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晨光廣播國情頻道。我哋係國情 KOL， 我係5B 班司徒葉楠，我係6B 班盛朗峰。葉楠啊，我知道你好鍾意聽歌，唔知你有冇聽過《我和我的祖國》呢首歌呢？有啊，我知道呢首歌係由作詞家張黎填詞，音樂家秦永成作曲。歌曲內容係歌頌祖國嘅壯麗山河景色同人民對祖國嘅深厚情感。呢首歌係1985年首次發表，隨後迅速成為愛國主題嘅經典之作。2019年獲選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年獻禮片嘅主題曲，由歌手王菲翻唱。2022年，香港好多間中學嘅學生獲邀參與《我和我的祖國》音樂錄像拍攝，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週年。歌曲嘅旋律十分激昂，歌詞中提到我和我的祖國一刻也不能分割，展現咗深厚嘅民族情懷。你覺得呢句話對我哋有啲咩意義呢？我認為呢句話就強調咗祖國同埋個人嘅緊密聯繫，無論我哋身處喺何地，心中對祖國嘅牽掛始終存在。呢份情感時刻激勵我哋為國家嘅繁榮昌盛而努力，一同維護祖國同埋香港特區嘅政治安全。事不宜遲，大家一齊細心欣賞《我和我的祖國》呢首歌啦！情歌，心中的
歌曲嘅旋律真係優美動聽啊！呢首歌係好多重要嘅場合都會演唱過，例如國慶慶典同埋奧運會，俾人哋喺歌聲中感受到團結嘅力量。各位同學，香港同埋祖國嘅關係就好似孩子同埋母親咁緊密，我哋要愛護自己嘅家園，喺生活中實踐愛國嘅情懷，努力令到祖國變得更加好。今日嘅晨光廣播嚟到呢度，班主任會派發晨光廣播工作紙，大家記得完成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